我而家向各位提出嘅待決議題係張文光議員動議嘅議案，予以通過。而家付諸表決，贊成嘅請舉手，請放下；反對嘅請舉手，請放下。張文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，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嘅表決。如果係冇問題嘅呢，表決而家結束，顯示結果。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嘅議員出席嘅24位，贊成嘅6位，反對嘅4位，棄權嘅14位。喺呢一組議題係得唔到支持嘅。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嘅議員出席嘅22位，贊成嘅13位，反對嘅6位，棄權嘅2位。喺呢一組議題係得到支持。由於議題未能夠獲得兩部分在席嘅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，我宣布議案被否決。